不见娘子，不知若天可应人可好？要我可听是何？今天
娘子，我看你从少做入梦中，怎怕要蒙愁迎来？困在里带归飘香，明月皎洁，故儿头配小帐，请娘子前来散散心啊！啊，娘子，请一句。你不是早知我为饮酒的吗？是。不知话以何样式？既无样式，我要回房去了。娘子，你我生日父亲，恰也难得聚他，今日既到此，又何必急于为好？还请娘子再坐片刻。请。娘子，你时来我家已有3年，我看你总是愁眉不作，不知与我心事啊。我哪有什么心事？娘子人设平无心事，这三位情书长须断他，岂是换得了成理？啊，娘子，到底与我疑难之事，还是与我讲明，我也好为娘子风雨结成呀。你可知个人生有事，非常人也非常事，非常事也非常心，这非常心以后必知。虽然是个人是与个人是，可是他父亲儿子天涯离子，娘子心中有非常事，只怕爱慕我俩有事。听他一场心事，难道他话中有数字？娘子不必一层心，有事要切不离心啊！你不是同类先下子，何必往事费心思？就让我今日全当谢家子来猜一猜娘子的心。
地
不对呀，君呀！